溝得咧，逆襲行動。丁丁，你嘅小逆襲係乜嘢啊？打破宇宙能量，重新感覺身體，同多啲人講嘢，咁樣多啲用心咁關心人。今次有2個優秀嘅同事同我一齊學習，一種共同學習就會變成義工同學員就冇乜分別。行者迎見啊！呢個係咩嚟㗎？呢個係困難。我係大力士。佢就好努力，嗰個行政係令人見人愛咁樣。佢係諗咗好多方法，令到點樣去方便學員啊，或者其他義工。關心親咧，姐啊！呢個梗係用我嘅生命啦，我可以用點樣關心參加者？我會好好咁休息，就係用呢個紅幫放熱情如火嘅西瓜迎接佢哋。我哋學員起身啦！我係生活組呢屋企嘅邊個？應該係阿叔。我係床上邊嘅枕頭，因為我想瞓覺。冇有怕。文宣組就係做呢個工作㗎啦，就喺大家講嘢嘅時候咧，會記錄一下大家嘅最美妙嘅一刻啦。好睡早起計，哇！我要早起。嘗試咧喺呢3日2夜嘅 cam 嘅時間咧，可以咧將你嘅手機咧放喺呢一個泊車位嘅。諗翻起平時，譬如話，如果你出街係淨係掛住撳手機啊，你係真係會睇身邊嘅環境。其實你就算做緊同一樣嘢，可能嗰個感受係或者嗰個風景係會完全唔同咯。依賴科技一路外判出去嘅時候，我哋達唔達成到我哋嘅一個理想嘅一個呢？佢不斷調整佢內心去聚焦喺一啲其實佢嘅善意、佢嘅美德上面，堅持去尋求一個共存之道。好係你啊，大好。但係好多時候都會俾我哋一啲麻木咗嘅感受啦，覺得呢啲嘢與我無關嘅一種其實感覺嚟嘅啫。咁實際上你唔係同佢冇關係。咁一個人如果由0歲到48歲冇嘢變過，係好得人驚嘅。所以初心都要經過修正。選擇你將來想要啲咩，唔想要啲咩，而家要做啲乜嘢。除咗個速度係你自己揀之外咧，方向、方位都係你自己揀。琴晚喺度諗就係恐懼本身係令我有動力去做一啲事情。呢一個狀態唔係一時三刻可以逆襲得到嘅事嚟嘅，咁但係對呢個字或者對我而家嘅狀態有一種新嘅體會。今日可以發生到嘅嘢咧，唔係一個人就 OK 嘅，即係唔係話我喺度就 OK， 一個同學仔喺度就 OK， 因為頭先發生所有嘢係我哋全 group 人一齊去 create 呢樣嘢發生。選擇咗咧用燭光咧去代表住我哋嘅希望，因為咧希望有一種光明嘅特質。越嚟越善良啦，或者慈悲，咁就好似咧拎住一盞好光嘅燈啦，咁繼續傳播緊希望咁樣。係遇到嘅困難啦，但係唔係做唔到嘅。如果萬一大家遇到挑戰或者困難嘅話，就記住呢個係遇到嘅困難啫，唔係做唔到嘅，可能可以揾其他人求救嘅咁樣。都多謝咧大家咧抽出呢3日2夜嘅時間咧，去讓自己咧去嚟到呢一度咧，俾自己一個獨處啦，或者去思考嘅一個空檔。換一粒樓咧，其實係提醒自己面對生活唔同嘅事情嘅時候，可以換一個角度啦，或者係換一個心態去睇咁樣。咁就記住佢哋嘅生活係有一個可以扭轉嘅機會，係咪啊？畫緊一鋪海咧，好靚啊佢哋！
Hello Happy，我想訪問下你啊，你今日好唔好啊？你對於呢班人有咩想法啊？Happy。